南北东东西，北东东西。哈克乌拉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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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阳流星。好死猪嘞，好死猪嘞，好死猪嘞！好死猪嘞，就是可以吃午饭喽。好死猪嘞！我肚子好饿啊！我也是，改肚皮耶，肚子好饿哦。如果肚子不饿的话，就说俺唔会肚皮。奶肚皮耶！好好好，肚子饿了就赶快来吃吧。这可是彤彤姐姐花了一上午，又买菜又煮菜，辛苦做出来的哦，一定很好吃的。看起来都是青菜，一定不好吃。彤彤姐姐，俺唔会肚皮耶。你唔会肚皮，你肚子不饿了。哦，默默，你是不是不想吃青菜啊？哇！今天的午餐看起来真好吃哎。对呀，挑食对小朋友的身体不好哦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来吃中饭了。好是猪嘞，该吃午餐喽。好是猪嘞，该吃午餐喽。默默，好是猪嘞。一杯优格。哦，好是猪嘞。 2片饼干。好是猪嘞。 1颗葡萄。彤彤姐姐，这样我吃不饱啦。啊，对不起，那是我的减肥午餐啦。俺肚皮耶，我肚子饿。俺肚皮耶，我肚子饿。俺唔会肚皮，我不饿。俺唔会肚皮，我不饿。彤彤姐姐，俺肚皮耶。哦。俺唔会肚皮。默默，你又挑食喽。被发现了。好是猪嘞，俺肚皮耶，俺唔会肚皮。3句客家话大家都学起来了吗？小朋友也要记得不可以挑食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来了，张来了。